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旅游。通常我们说经济好转、消费这个复苏或者消费提振，我们就经常拿旅游说事，什么黄金周，对吧？各种假期出行人数，高铁、飞机的出行人数，各个景区，对吧？人头攒动，人满为患，预示着这个消费提振，经济形势稳中向好。然后这个节假日一过，文旅部就会在网站公布，对吧？同期增长了多少，各项指标纷纷向好。那我们今天看看目前旅游是什么个现状？这个财新周刊今天他有篇报道是关于旅游的。他说伴随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学，历时2月的旅游旺季结束。他这指的是暑期旅游旺季，亲子游、大学生游、演出经济、出境游火热，民航、铁路客量再创新高，但旅游消费类数据并不亮眼。原因是什么呢？他这么说的他说2025年暑期游受异常气候影响，首先是高温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2025年6到8月，中国大部地区热力十足，全国平均气温达到1961年有完整观测记录以来最高值今年热确实今年不仅热，今年我想大家每个人电费都没少交这个是客观现实其次，多地出现暴雨、洪灾等极端气候，影响了游客的出行意愿。这个也是连北京对吧？这个京郊又出现洪灾，那全国其他地方，贵州对吧？村超都冲的没法办了，这也是一个客观原因。那这些影响了游客的出行意愿。多名受访的旅游业人士告诉财新，今年暑期旺季特征之一是来得晚去得早。虽然刚才说了有这些不利于旅游的这些自然灾害或者是极端天气，但我想这种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年年都有。中国这么大地方，哪年对吧都总有一些地方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这个不是旅游数字不好看的主要原因。文旅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旅游增收不增利。一名在线旅游平台人士向财新表示他说2025年暑期游订单量有增长，但增幅不大。而国内最大 OTA 携程的总结是，国内游客近半数选择了长途出游，整体消费结构更趋理性，钱花得更值，玩得更对味是主旋律。多名旅游业者也用更看重性价比、质价比来形容今年暑期文旅的主流消费特征。说的这么文绉绉的说的这么清新脱俗，实际上就是大家不愿意花钱了，勒紧裤腰带，捂紧钱包，被他说成钱花得更值，玩得更对味，主旋律，消费降级。从这个淄博烧烤火，咱们就已经知道了，旅游就是消费降级。所以说你看文旅部都说了，上半年全国旅游增收不增利，就是不赚钱，旅游行业开始追求性价比了，该不花的钱坚决不花。说国内 OTA 平台中，仅飞猪公布了暑期游整体数据，显示机票、酒店、租车、海外当地玩乐等旅游订单量持续增长，品质游趋势明显，订单均价同比2024年增长 9.9%。不过飞猪这个 OTA 市场占比不到 10%。 文旅 CEO 周海涛发现，2025年暑期游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游客，更关注深度体验和情绪价值。旅游业者应重视这些变化，相应调整服务和产品逻辑。酒店业资深独立分析师也对财新表示，2025年暑期酒店行业总体供大于求，经营下降，群众性运动会、演唱会等拉动了局部消费热点，而个性化、差异化旅游需求更需要酒店重视特色建设。为了提振文旅消费，2025年初文旅部4月启动2025年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并于7至8月举办2025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期间，各地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观演赏剧、赶集看展、亲子游乐、夜间消费等热点，推出丰富多彩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举办了超4300项、约3.9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消费券、票价优惠、消费满减、折扣套餐等惠民措施，发放了超过5.7亿元消费补贴。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了这么多工作，做了这么多刺激的这种
手段依然是增收不增利，也就是依然是这么疲软。以民航为例啊，因为这个三大航空还有其他的航空都是上市公司啊，所以他们这个财报是公开的。那民航就是典型的旺丁不旺财。2025年上半年全国旅游收入增幅不及出行人次增幅，什么意思啊？就是2025年上半年咱们人出去玩的人多了，增长的很快，但是收入不增长，这不就说明大家都不花钱吗？勒紧裤腰带。文旅部数据显示啊，2025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2.85亿人次啊，同比增长21%，居民出游花费3.15万亿，同比增长15%。也就是你看啊，人数增长的快，花费增长的慢。在暑润方面，9月1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预计今年暑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119亿人次，日均1.92亿人次，同比增长4.3%。民航与铁路的客运量各有增长，但增速均不及预期。据中国民航局统计，暑期民航客运量再创历史新高，发送旅客1.47亿人次，日均237万人次，同比增长3.6%。民航的数字啊，暑期客运量创新高，客座率亦维持85%的高位，同比增加2.2个百分点。那按理来说，那需求这么旺盛，那民航不是发了吗？事实上不这样啊，但票价仍不断下探。据非常准数据，2025年暑期国内航线单程票价含税均价为900元左右，同比下跌5%。国际及地区航线单程机票含税均价1500元左右，同比下跌15%。为什么出行的人多了，票价还下降呢？2025年暑期机票价格比2024年跌得更多。一位民航数据平台人士对财新表示2025年暑运国内含税平均票价较2019年下降9%，而2024年同期降幅仅在1%左右，也就是2025年出现了断崖式下跌，2024年只跌了1%。实际上，受国际航线未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运力整体供应宽松影响，加之国内高铁替代效应，机票票价自2024年以来走低。各航司均采取以价换量策略，拓展用户群体。你说国内的受高铁影响，这个可以理解。那你国际的呢？国际有没有高铁？国际的为什么也在下降？前述数据平台人士指出，除了民航市场供大于求的现状，旅客的价格敏感度、消费能力，更多通过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等变化，也在进一步影响航空需求。也就是说这个游客消费能力受到限制。携程的 CEO 近日在财报会上坦言，由于国内酒店供过于求，定价面临压力。不过，暑期价格跌幅近期已收窄至中低个位数。出境游方面，由于航班运力尚待恢复，机票价格同比持续走软，酒店价格则相对稳定。2025年暑期仅8月10日到16日一周，中国内地酒店每间可售房收入同比微涨，其余时间均同比明显下滑，且在该周之前，中国内地酒店的每间可售房收入连续13周同比下滑，也就是酒店的价格一落千丈，一直在下滑。中量联航大中华区酒店及旅游地产事业部董事总经理周涛也对财新证实，2025年暑期酒店价格持续承压，与2024年同期相比，北京、深圳、广州酒店价格均不同程度下降，上海中高端酒店价格勉强持平，但部分旅游城市如三亚、昆明实现了10%的增长的成果关于这个酒店不收入下降，这个我记得咱们这个统计局不是给了数字吗？以北京为例是吧？北京规模以上的这个住宿业整个上半年才赚多少钱呢？好像平均下来一家就赚了4万，半年赚了4万。我记得这个数字好像你要这些酒店你要再多招1-2个服务生，立马就陷入亏损，就这么个情况。我记得咱们节目介绍过这个周涛指出宏观来看，连锁酒店不断下沉，开新店带来了供给侧的扩张，需求侧偏理性，对价格敏感，部分特色出游需求如清凉小城夜游、赛事演出等分流了高房价场景，未来性价比竞争将成为常态。商家需要靠体验差异化，针对特定细分领域产品赢得更多客单。说白了就是
消费者啊，现在花钱越来越理性，对价格敏感，消费者不会为旺季高溢价埋单。也就是你打着旺季的旗号，你酒店翻个2倍，没人搭理，对吧？人家真不住。过去啊，一到黄金周到5·1，对吧？这种环境，那酒店价格就直线上涨，翻2倍再说，哎，大家都愿意去。现在你要敢涨价，人家就敢不去。也就是消费者不会再为旺季高溢价买单了，那个情绪价值啊，不值得为之付费了。你看啊，这个专家说啊，游客出游消费回归理性，在酒店消费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果一个品牌酒店的价格从平时400-500涨到1-2千，消费者就会选择更有性价比的酒店和民宿，也就是不买单了嘛。为什么消费者会回归理性呢？是钱包，是口袋让他被迫回归理性，因为他的口袋、他的钱包不支持他这种感性消费了。就这么简单啊，收入下降了嘛。对民宿经营者而言，暑期是重中之重。周海涛发现说，2025年民宿普遍在以价换量，有些民宿2025年暑期是满房，也就是房子全卖出去了，但是收益同比大幅下滑，也就是他这个满房是靠降价换来的。大理云漫客栈负责人刘斌告诉财经，大理地区民宿价格相比2024年暑期下滑，游客数量倒是没少，主要是消费降级明显啊，这个是民宿啊客栈的经营者得出结论啊，也就是他看到这个游客的消费降级是非常明显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那个我看一篇报道说，这个大唐不夜城呢，有人就数那个垃圾桶里面那个竹签儿，那个竹签一般的都是吃烧烤对吧，火腿肠啊，什么臭豆腐啊、鱿鱼须啊，吃完这签子就往垃圾桶一扔，那个垃圾桶的签子越多，说明大家至少对吧没少吃，愿意消费。那游客跑去就是纯粹感受那个气氛，根本就没打算花钱。重庆弹丸旅行社在重庆、成都、云南都有业务，其负责人对财新称，2025年对暑期最大的感受是旺季来得晚，结束的早。来得晚，结束的早，那不太短了吗？往年从5月开始，旅游市场就会慢慢变旺，一直爬坡到8月中下旬。但2025年6月市场还很淡，直到7月中旬才开始旺起来，然后8月中旬就结束了，太短。说邓海的公司2025年暑期中高端团订单量同比减少2成，抱团旅客更追求性价比。10年前，云南环洱海一日游价格在218元左右，现在腰斩到100元，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降级吧。环洱海一日游从218降到100。苏州国旅负责人孙志勇告诉财新，2025年暑期业务总体平稳，利润略有上涨。他说，我们专注优势产品和优质客户，并不服务所有客户，尤其是对价格敏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苏州国旅它主要服务那些高端的、有钱的、对价格不敏感的客户群体。那即便这样啊，它2025年的利润也只是略有上涨。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有钱人对吧？这些高端客户也不行了。我们再看看这个亲子游啊。这个说亲子游依然是暑期游的主力，携程平台上暑期亲子订单占比达35%，美团平台上暑期住宿预订人群中亲子家庭客群占比超40%。非常准分析师在总结暑运趋势时指出一个特别现象，他说2025年暑运儿童旅客吞吐量和占比近年来首次同比降低，那不就说明亲子游实际上是下降的吗？儿童旅客吞吐量2903万人次，同比减少14万人次。7月和8月，儿童旅客占比分别是9.5%和11.3%，低于2023年和2024年同期水平。那也就是说，亲子游也不香了，处在下降之中啊。这是亲子游啊。还有这个2025年暑期研学市场也并未延续前2年的高热度啊。锦建智库创始人认为，研学热度在2023年暑期至2024年上半年达到顶峰之后下滑，那段时间亲子游、研学游有弥补性心态。2024年下半年后，消费力有所萎缩。你看啊，就是口罩期间大家都没出去玩，小孩在家里憋坏了，所以这个2023年、24年呢，那亲子游就有所恢复，达到一个高峰。25年就不行了，研学游也一样啊。这个专家说啊，2024年下半年后消费力有所萎缩，也就是大家没钱。孙志勇表示，2025年暑期研学游受高价格影响较大，导致消费者偏向文博类的半学半游。
让旅游回归旅游。周海涛对此补充，晚年研学游啊，最火的目的地是北京，但鉴于清华、北大等名校暑期管理不是随便就能参观。另一方面，北京2025年暑期暴雨、高温反复，也影响了研学游决策。这个说法都是不准确的啊！研学游退烧啊，就是家长没钱了，对吧？你研学游这个价格比一般的旅游贵得多，为什么要多花钱呢？对吧？现在家长也不指望孩子通过玩还能学到啥，那不扯淡吗？现在小孩出去玩，这老师或者是导游在那讲，小孩在那玩手机，不都是这样吗？各玩各的，就像极了那个什么课外什么特长班、兴趣班，现在都萎缩了，不行了，一个道理，家长没钱了，连那钢琴课都取消了，舞蹈课、音乐课，那你这个研学游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这个文章说他说大学生暑期旅游成为2025年新热点。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18至22岁大学生2025年暑期在国内国际机票的预订占比同比都增长了1成以上。该群体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42%，是增速最快的群体。说从消费偏好上看，大学生出游在体验相关项目上舍得花钱，在去哪儿平台上最便宜的机票、最划算的青旅床位，往往都是被大学生秒杀成功。另一边，飞猪数据显示，暑期学生出游人次占比持续增加，但大学生特种兵式旅游有所减少，订单均价同比增长15%。去哪儿数据显示暑期大学生酒店预订中，别墅和青旅营地是增幅最高的2类。其中能带来独特体验和知名景区内民宿的同比预订增幅翻番，如贵到3-4千元的一晚的梅里雪山、香格里拉的民宿也成为许多大学生的选择。这个大学生愿意花钱出去玩，这个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当然了，还有演唱会各个地方主办的演唱会也是大学生舍得花钱的项目。总之根据这个财新周刊的说法他的报道，2025年上半年全国旅游增收不增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吧？有高温天气影响，有这个部分地区暴雨等等，但是最主要原因还是消费降级，大家都想出去玩，都有玩的需求，但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这个实际上旅游这个东西，只要大家细心你很容易找到很多数据去互相验证。因为旅游它涉及了几个行业，一个是酒店，一个是餐饮，一个是出行，对吧？就是高铁和飞机，一个就是景区。而这个现在旅游热点景区，对吧？还有那个出行的航空公司、高铁，这个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对吧？你看三大航空，你再加上春秋、什么吉祥、海航，基本上航空公司你要坐飞机就这么几家，都是上市公司，人家半年报早就披露了。那景区呢？你看对吧？有峨眉山，对吧？有什么张家界，反正出名的景区都上市了。他半年报也都公布游客人数，对吧？门票卖了多少张，然后这个索道有多少人坐，酒店有多少人住，人家都是要披露的。那这个跟旅游相关的餐饮，对吧？你比如说全聚德就跟旅游密切相关。你到北京玩的人，好多人就奔着全聚德去了，吃烤鸭。所以全聚德的这个经营状况也能反映出市场这个对吧？旅游是什么个情况？西安的叫西安饮食也是上市公司那住宿呢？很多5星级酒店、4星级酒店、连锁酒店都有财报。西安的一个叫曲江控股，对吧？那个大唐不夜城、什么大明宫，那都在那个曲江控股下面，人家也得发年报、半年报。所以说这些数字就很容易得到，因为它是公开的，你就能发现这个旅游到底怎么样了？如果旅游都没有向好，对吧？大家从这个旅游数据看出，大家还是抠抠缩缩、省钱，不愿意花钱，那你很难说消费复苏，对吧？提振消费。但消费这块都没什么好吹的，没有什么亮点，对吧？但旅游没有亮点，你还从哪方面刺激消费呢？所以通过7月、8月暑期旅游的这方面一个疲软状况也预示着下半年这个第4季度恐怕压力更大，大家本能的还是要勒紧裤腰带，早早的开启了叫过冬模式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